哦，Eric，你好。Eric，你敢方便讲话？方便则欢迎你起来开讲吼，豆豆读啦。我想讲你伫西海岸，时间和我差即嘛透早。OK， 好，好，来，斗阵来读书啦吼。我来献一个啊，我有甲迄个 link 吼，我甲 link 打起。有我有看到你老话啊吼，伤早啊，我有甲 YouTube 的直播 link 打起吼，所以你嘛会当看 YouTube。我来先拍开即个日志吼。1629年12月，顶回读到12月9日了吼。就是因等下我甲我的笔记显出来一下吼。看这无做一下笔记，袂记了。好，因11月的时阵，拍马加利湾社甲毛豆社了后，签煞协议合约签煞嘛无签啦吼，伊敢若提出合约，毛豆社因答应3条吼，然后即个代志结束嘛吼，算暂时过一个段落了后，
因这个长官普特曼斯就决议讲要去新纳遐，要去做一寡生意吼。这是因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目的嘛，趁钱吼。所以伫咧12月初3吼，就启程吼。但是呢，初4就因为风影伤大，就回航。但是因伫咧初6的时阵，搁驶去平湖载石头吼。我应该是转来到台湾了后，搁出发驶去但是想煞驶去平湖载石头。但是无可能载到新纳去啊，所以应该是去平湖载石头啦吼。OK， 12月初6载石头初8咱有看到初8讲伊半点钟行平湖转岛，顺时各个碉堡吼，新纳留落来碉堡，因家己的碉堡吼。因家己碉堡也未吼，因家己碉堡是12月9号，就是过长工，再搁去因家己留落来迄个废弃的迄个荷兰人留落来迄个碉堡去看吼。这是12月9号，咱顶回就读到即工。今仔日咱要搁继续来读12月11号。12月11号呢，因讲驶离平湖吼，所以船已经第一天就离开平湖吼。伫咧同一个月12日，到漳州河吼。但是这是11号的日期啦吼，我毋知影为虾米写到12号去吼，可能是这个日期，咱顶头这个编辑咧排这个版吼，可能排无好势，还是安怎？不管吼，反正是伫咧就是第2天到漳州河，伫遐随有一个叫做李奎基的派遣官员来阮船顶，带一张批吼，就是即个李奎基写的批来欢迎长官阁下吼，由即个副件 VOC1102吼386V 即个副件就是迄张批。即张批其实吼，咱爱小知影一个李奎基吼，无会看无啦吼。其实李奎基我嘛是进前几工我有闲我就去查吼。咱之前有读到李奎基，咱看觅啊，我笔记。伫咧10月27号吼，1629年10月27号又出现过一遍，11月1号佫出现第2遍。咱来看10月27号是讲啥？10月27。10月27，好，10月最后一天的日期写讲，有一个叫做李奎基吼，伊遮有注脚写讲，又搁称作李之基吼，是田之良的部族，1628年岛渐降服伫福建官方吼，所以你看1628年伊就算招降，官方招降就投降啊吼，去互官方就买去啊嘛吼。但是呢，又搁叛变去海上去抢劫吼，这就是海产嘛吼。但是1630年2月9号，伫咧长官普特曼斯的协助之下，被一贯的舰队拍败，顺被处死吼。所以你看，伊伫咧28年去互大明收去，到尾个随个叛变30年，搁过一年，30年就搁含田之良搁拍起来吼，但是就拍输，就去互处死吼。这就是李奎基吼，所以是海贼队，但是去互官方算收伊做官啦吼，就算官方的人嘛吼。但是又搁叛变了后，搁含田之良搁去冲突吼，然后战败死。第二道讲到即个人是11月1号，就是12月27的后一天的日记，佮讲到李奎基，咱佮来看吼，李奎基是讲啥？
11月1号，武士对日本无存来甲中国的交易，伫咧倒期内显然是非常微细，因为一关被李逵基赶出厦门所以郑芝龙伫咧1629年，李逵基本来是明朝的官，结果已经含迄个郑芝龙起冲突，甲郑芝龙赶出厦门。郑芝龙逃去福州，逃靠金门。即嘛李逵基据守厦门，伫遐附近你偷窃、抢劫、放火，就像一寡较早所做安尼，这是人家写日记所写讲，其实李逵基所做的，就是含较早郑芝龙所做的相款嘛，就是海产嘛因为因此迄边的商人上船拢毋敢来遮甲阮交易因为安尼所以互咱人趁袂着钱而即个李逵基呢，用伊真水的话术来拖拉郑耀远，就是讲好听话啦甲阮治调的。当即个时间，阮甲即个岛上的居民也无任何的交易，因为因拢伫交战。壮丽年纪，即嘛台湾的状况非常的贫困恶劣，求神紧互即寡状况，即种状况紧改善。这是11月1号的日子，讲到即个李逵基第2遍讲的。即当阵李逵基已经是去互大明收买，但是呢，佫继续咧做海贼的代志所以伊是做抢劫的海贼做黑道代志的白道啦所以伫咧咱今仔日12月11號第3遍，佫甲来看到即个李逵基。12月11號，等下12月11號。12月11號，我小顯一下。12月11號，咱今仔日要看12月11號我佫自頭開始12月11號，西里平湖伫咧同一個月12號來到漳州河，伫遐隨有一個李逵基所派遣的官員，所以李逵基派來是官員毋是海賊來阮船頂，因為有官方的身份嘛帶一張批李逵基的批來歡迎長官閣下。內容是安尼講，一關甲伊中間的戰爭已經結束就是鄭芝龍和李逵基的戰爭結束嘛，鄭芝龍拍輸拍敗。就走所以李逵基做軍已經被金門封做官吏，應該是官吏官吏的款，歹勢我查一下，監理典。读做吏官吏着官吏，歹势吏是指艺业嘛是会使啦，但是另外一个是官吏官吏，我说官吏应该拢会用吏昌幽吏卒昌幽就是搬去嘛，吏卒。昌幽吏卒就是长期戏班艺业的囝，袂使伫进名袂用去考试啦袂用去做公务人员啦为什么艺业的囝袂使原来这是监理典写的另外是读吏是官府艺业所以艺业是。吏嘛是吏啦看要读做官吏拢会使。另外我佫查一字，我拄则迄个背叛还是叛变我可能读了无介对。叛读做叛反叛对，应该是读做叛叛变反叛有时啊查过几啊遍嘛是佫读毋着咱转来到李逵基的批。李逵基讲，
伊最近已经被军门封做官咧，因此呢，伊应允讲将会安排充分的贸易通商，对长官阁下的驾临漳州河已经期待真久。等等，所以因立刻送真侪新的食物新鲜的食物来准顶，互病人会当非常愉快。因为最近真侪人病倒。好，这是12月11号，继续看12月13。12月13号，因决议讲决议荷兰人决议啦，讲要赠送价值300里尔的里奥啦吼，这是因的钱的单位吼，300里奥的象牙、大香木、胡椒甲红，这是尼龙吼，我看卖台语是安怎读。用布吼，这种用布，呢用布啦吼。好，12月13号，因决议讲要赠送价值300里奥的象牙、大香木、胡椒甲红泥绒，互李开基吼，算回礼啦吼。既然遮好礼吼，为了要互伊伫各方面搁较热心来帮衬阮，并且将阮对即边逃走去伊刀口伊的班达人来归还互阮，等等，详情请参阅附件伫遮的决议录 A 的第几页，耶稣无写吼。班达人伊个字卡写上军队内底逃走的奴隶，按即寡奴隶班达人是荷兰人自印尼群岛东部的班达岛所掠来。这是一段足悲哀的故事吼。你若有兴趣去查看觅啊吼，就是香料群岛吼。其实较早我捌写过一篇文章吼，伫个啥物日子啊？乐多啦吼，乐多，敢若是叫乐多嘛吼。迄个网志顶头我有写迄个乐多了，规个拢收起来吼，所以我的日志拢无去啊，我也无留底啦，有留底嘛，找袂着啦吼。我有写一篇叫做《香料群岛》的即个大屠杀吼。就是台就是即个班达人因的故事啊吼。因为因生产即个香料吼，所以其实是伫迄个时代吼，会当香料是足价值的物件吼。因为迄当阵无冰箱嘛，所以你若肉要刻久吼，无就生起来，无就是爱无会歹嘛吼，快歹所以你要生可能都爱需要香料吼，较芳嘛吼。所以香料伫迄当阵是足重要的吼。迄当阵香料足贵的吼，因为因伫欧洲遐吼，可能无生产伫咧太平洋即只一寡岛屿吼，顶头有生产有种即个香料所以对即边载过到遐吼，卖迄价钱足好的吼。利润足悬的啦吼，所以迄当阵荷兰人因就来即个太平洋遮一个岛叫做班达遮
班达群岛遮失眠嘛吼，结果因为即只对即只当地人吼，算苦毒甲伤超过吼，因反抗嘛吼，反抗，结果就起冲突，后来咱都甲班达人差不多拢被捉去吼，杀了。无杀嘛，掠起来做奴隶啦吼，像即马这只讲起，这就是即段故事内底迄寡奴隶。那像这是悲伤的故事啦吼。即马这班达人，荷兰人管无好势，去互偷走去吼。伫李逵基遮，所以李逵基讲答应要甲即寡奴隶要还因。好，这是12月13号，过来12月14号。12月14号，派系设商务员德罗纽斯带上述的礼物去送互李逵基吼，因派一个人送礼物互因。伊暗时转来报告讲，迄寡礼物李逵基欣然接受了吼。关系到规行阮迄寡逃走的班达人的代志，伊将规行伫伊遐的4个人，伊会甲伫伊遐有4个人吼，会送信互荷兰人吼。其他的6个人，伊就拢无看见吼，就已经原来分送互伊的队长迄寡人吼。毋过呢，伊也是会请因甲送转来吼。迄当阵就会甲这另外6个人原来归还互荷兰人。若讲到通商贸易的代志，原则上会当讲的是无介侪吼。伊敢若讲，伊将会认真鼓励吼生意人带好物来含阮交易。最后伊讲，伊过1-2工会邀请长官阁下吼，甲商务员去伊遐去遐互请就对了吼。届时会当搁较广泛来交谈。今仔日有一只这是报吼，报啦，听话是大家停报吼。今仔日有一只停泊伫咧维头湾的公司的用客船来阮遮吼。维头湾是厦门外口迄个海湾吼。即只船是伫咧迄遐咧停靠对日本来的公司的船吼。关系迄只船一点仔消息都无吼，应该是讲日本要来即只船啊，一点消息都无。所以即只用客船带来一封一竿对泉州寄来的批吼，附件 VOC-E-01386。一竿即张批，用即张批来甲阮讲，伊已经为阮对海盗遐处置贸易许可，而且是长期的许可吼。因此呢，请派一只阮的船去伊遐含伊交易，因为生意人毋敢运往台湾吼，因为海贼伤济，毋敢送去台湾。阮若去吼，迄就是伊极大的公营，伊也要当咧各方面为阮服务，互阮会当得到利益吼。所以吼，这要怎讲，就是合纵连横啦吼，合纵连横吼。互相拉拢吼，游来游去吼，互相搬烂交陪啦吼。李逵基也写批来要甲救啊，即个一竿嘛写批来要甲救吼。我伫咧即个Twitter Space 看到。咱即位我煞袂记你的中文名吼。我甲你 invite to speak 吼，你若要讲话吼。我下底有附 YouTube 的直播的画面吼，你会当去开来看吼。好，这是12月14号，咱阁继续看咧。
12月15号、16号、17号、18号、19号，迄个姜维亚吼，欢迎你。你我有附 YouTube 直播的画面，歹势我直播的画面有切过啊，敢若袂记切过，讲几部。有啦，有切过吼。所以你会当直接去看迄个 YouTube 直播吼。好，咱继续来读1629年明书中总经2年吼12月，伊即个5天的日子拢写做伙吼，毋是写做伙啦，应该是即几工的代志，伊甲写伫咧19号即工甲写出来吼，所以伊一般编辑是安尼写吼，就是甲15、16、17、18、19拢写吼。即工是安尼写吼，拢无即个三版是。应该是白啊船啦，吼，德白啊迄类吼，德光白啊吼，拢无德白啊运新鲜的食物来船顶。理由是讲，因为根据今仔日对几啊新仔人迄遐所知影的吼，是因为去互厦门的都督所禁止，厦门都督禁止送食物去因即个荷兰人的船啦吼。今仔日中昼，商务员巴瓦斯吼，伊叫做我看商务员巴瓦斯下底有无介绍吼，下底无注脚无介绍吼。商务员坐一只用客船去一关遐吼，要去了解讲阮要安怎用啥物方式去泉州来交易吼，因为昨进前一工的日子是讲一关。派人写一张批吼，叫即只用客船送批来互荷兰的长官普特曼斯，甲讲你欢迎你来甲阮做生意啦吼。因为一寡生意人毋敢送去台湾吼，所以你若来吼，算你甲阮斗相共吼，好康的绝对有互你啦。即句我讲的吼。所以即嘛，即个商务员就去一关遐吼，拍算要去遐物讲，看要安怎。来继续吼，是要依照旧年甲 Peter Nuis 吼，阁下即个 Peter Nuis 是我黑白念的啦吼，是荷兰的长官，我看伊下底有注脚吼。即卖长官叫做 Putmans 吼，伊讲即个 Peter Nuis 注脚下底是安尼写讲荷兰的米多伯格的人，1626年以特殊议员前往巴达维亚领亚里号，1627年担任正式议员以及台湾长官，所以是1627年担任台湾长官吼。即个 Peter Nuis 第几任我袂记啊吼。过来学习一下啦，我嘛袂记啊。台湾长官。咱即马读的日子，1629年，普特曼斯即个台湾长官叫做Hans Putmans 已经是第4任嘛吼。Peter Nuis 是进前一任第3任吼。你若我即马咧看迄个 Wikipedia 竟然阁有一张图吼 ，Peter Nuis 的图，当然迄当阵是无可能有相片吼，但是有一张图真趣味吼。毋知啥物人有一张图，有即个 Peter Nuis 伊的相片，看。即个 Peter Nuis 伊伫咧任内发生一项代志，叫做宾典密兵卫事件吼，是含日本人起冲突的事件吼。而且佫另外一条是魔头社事件，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吼。所以是第3任的台湾总督，但迄当阵叫咱翻译拢叫做台湾长官啦吼。好，咱转来日子遮。为什么讲到 Peter Nuis？ 讲因为即马，即个一关吼，一关就是陈其良伫咧泉州吼，
特别派人用去船写批来，互咱长官普特曼斯。即个普特曼斯因已经出海来甲希腊要做生意啦，吼。啊，伫遮休伫啥物所在无？哦，漳州河，我记得都进前几工有讲漳州河，吼。啊，休伫遮，所以伊官就派人来含伊保暖嘛，吼，讲要含你做生意啦，吼。即嘛，所以荷兰人咧派即个商务员包瓦斯，吼，去要含伊讲嘛，吼，要甲伊讲条件，讲看是要照旧年甲 Peter Nuis 吼，即第三任长官阁下所订立的即个契约交易呢，还是讲要去自由甲迄个生意人交易，吼。迄个契约第三注脚是讲是日期1628年10月1号，吼。咱日期是对1629年开始写起的，吼，所以无即个1628年的通看。好，遮有一个附件 FO393，吼。好，咱继续看咧，吼。1629年，吼，12月15、16、17、18、19，吼，第5天。今仔日也决议，即今仔日应该是讲19号，吼。决议讲要赠送一寡小礼物，吼，厦门的都督，为着要互阮会当伫遮停船算会当停搁较好势一寡啦，吼。因为对规个希腊人，迄也知影讲，送礼互李逵基，却毋送礼送礼互李逵基，却毋送礼互伫遐比任何人都搁较有关系的即个厦门都督，吼，伊一定会足生气，吼。据此来推想，就是安尼，照安尼来想啦，吼，即几工希腊人的船，吼，留伫咧港内毋出来，绝对是因为，也是因为即个原因嘛，就是超工要甲港占着啊，无互因去歇伫咧港内底嘛，啊，外口风影大，都停伫遐，绝对是诚艰苦吼。即嘛准备好势礼物吼，正拄啊要随要送去吼，却被迄个都督命令讲，阮开船去停伫咧五苏岛的下面。佫会记无？一开始即工的日子讲，厦门都督禁止人送新鲜的食物来船顶吼，因伫遐暴旱，结果无法度，北旱结果无法度通船停伫遮，结果无法度新鲜的食物和新鲜的食物无法度送去船顶吼。啊，即嘛佫超工甲刁就对啦吼，叫因船讲驶去别位吼，叫做五苏岛下方遐啦吼，下底遐所在吼，五苏岛是伫咧厦门湾口。厦门湾口的五苏岛，我看会当找着无？稍等下吼，查一下地图。五苏啦吼，实在是无必要搁写一个岛里吼，你个翻译的人加写。五苏伫遮哦，我看觅是啥物所在。五苏伫咧厦门的正南方，伫咧金门的西南方，吼，是金门烈士的西南方，遮个五苏。啊，因本来伫咧漳州河口，吼，漳州河口应该是遮嘛，应该是漳州河应该是遮吼。本来伫遮可能搁较退后去五苏吼。好，安尼就知影迄个地理，因即嘛即个位置吼，伊无爱互阮伫甲船停泊伫咧遮尔瓦郡厦门的入口吼，所以对嘛吼，叫伊较退后就对啦。理由是因为安尼已经互船只毋敢出航吼，
刁就对啦，讲恁船休伫遐，人阮的船无法度毋敢出航吼。这大概只是迄个都督的借口而已。其实伊可能另有用意，就是爱要好康的啦吼。为着要真，这爱要好康是我讲的吼。为着咱莫甲吼莫甲死那官员先迄个刻板印象啦吼，无一定吼。为着要尽量取得伊对阮的好感，决定过长日要甲船小可驶出去吼，并且派一个伫巴达伊亚带真侪年、真有经验的希腊商人，叫做 Jankon， 会当带阮顶头所讲的一寡小礼物小礼物要去送互迄个都督即个希腊商人、生理人 Jankon 有一个注卡吼，我看嘛是写啥，讲是华商 Jankon。1620年自曼丹去巴达伊亚，曼丹是台湾的曼丹，毋是，迄当中无讲台湾的曼丹有即个所在吼，因为1624年荷兰人佫还未到吼，1620年对曼丹去巴达伊亚，伫遐诚做华人社会首领之一。1625年以后4年中间伫咧中国，而且佫再转去巴达伊亚以后，诚做建造该城市上重要承包商的包商就对了吼。伊嘛承包各种的收税啦吼，收税金的原来包去做吼。1639年就死去吼，所以算伊和荷兰人，因为伫咧巴达伊亚遐做生意嘛吼，伫遐做包商嘛，所以和荷兰人应该关系就好啊。荷兰人就拜托伊来讲你诚有经验，你来甲阮炸礼物去和希腊的官员小盘弄者啦吼。要伫咧迄个，咱继续读日志吼。要伫咧迄个都督前往厦门郊区时早的途中来赠送互伊。又感伊，即个感就是因为无人带商品来船顶交易，所以议会来决议。因本来是对福尔摩沙要来希腊，遮主要是要做生意嘛，结果煞拢无法度做，船也无法度通报岸，无法度通上山。佫去用，佫无法度通补给食新鲜的食物吼，菜水啥拢无法度上船。都佫调叫因讲，恁船佫驶佫较退后，去另外一粒岛叫做五树遐吼。所以呢，议会决议吼，安尼无法度做生意嘛吼，决议讲接受上述监控家己的要求，就是。即个华商啦吼，有要求啦，希腊商人、生理人讲，伊讲交400里奥互伊，400里奥就是400个，迄当阵伊的单位，钱的单位吼，互伊。你若是迄个拼音是写做 REAL 吼，里奥我甲读做里奥是迄个西班牙语读法吼，里奥，交400里奥互伊。歹势，约定讲上久伫咧6-7天以来，要炸一寡商品转来吼，就是意思讲6-7天内就法度甲生意做成啦吼。安尼做总是比伫遮继续咧空等佫较好嘛吼。等规波做袂着生意，佫等遮了，佫食死米嘛吼，拢加开吼。好。12月19号读煞，过来过长工12月20号。我是对10点开始读起的啦吼，我可能读1点钟啊，到恁看情形啦。若欢喜读就继续读吼，我哋今仔日 weekend 吼，永远无代志。好，咱来继续看1629年12月20号，长官阁下甲伊几个商务员去一只用客船内底做理会机的人客吼，较万教的各位吼，无读着拄则我讲的吼，伫
伫12月11号吼，即嘛20号啊吼，12月11号，因船就离开平湖来到漳州河口，啊，李逵基就派一个人派一个官员来送批互即个互即个荷兰总督。李逵基伊即嘛为什么我一开始有介绍吼，李逵基本来是海贼吼，伊是田志良的部下，但是后来去互大明招降吼，所以呢，大明就是变成伊是官方的身份吼，是变成招降嘛吼，立藩吼，就是甲招做官员啊，所以变成李逵基是公务人员吼，算官员的身份啊，所以为什么拄则讲叫一个官员送批来互普特曼斯？李逵基就是原来要甲搬，要含即个荷兰人搬烂啦，讲啊，你来互我来互我请吼，所以这12月20号，因就去互请吼。长官阁下甲伊几个商务员吼，就去另外一只船吼，去船顶去互请啦吼。迄只船呢，停伫咧岸边吼，伫阮的船的射程之内吼，讲啊足明啊，意思讲毋通后白来吼。伫咧遐，长官阁下甲伊广泛讨论所有的代志，最后以30两银的计数，卖互伊真侪护照吼。明仔载将要派一个人来看大香木、象牙、年羊等等的货物，并且商讨计数。伊我记得进前的迄日子是讲要拍算要送一寡礼物互李逵基，算要含伊原来要甲迄个要含伊搬烂者就对了吼。啊，结果这是算礼物有啊，另外其他可能是要做好物要卖的款吼。今仔日有一只中国人的船吼，今仔日一只新仔人的用客船离开此地，也就是离开厦门啦吼，前往台湾，带去一份阮来到即个所在以后，直到即嘛的情况的报告吼，算迄只船既然要去台湾嘛，先煞拜托伊甲阮炸一份报告转去就对了吼。今仔日派黑色商务员上时、中时、下时啊吼，黑色商务员得到娘书去李逵基遐吼，请伊派一个人来船顶看号，并且叫伊准备一寡红砖送来阮船顶。毋知无讲为啥要送红砖吼？哦，应该是因需要砖啊嘛吼。咱之前咧读的有讲因去平湖载石头嘛吼。为着要再转去福尔摩沙要起一座城，我又是应该是就是车坎楼吼，即嘛车坎楼啊，所以因需要一寡红砖啦吼。OK， 也请因照前日所应允的，为阮准备3、4只好的用客船吼，也请伊就拜托李逵基斗相共安排啦吼，也请伊来行一寡。甲迄个对阮遮走出去的迄个罗勒，吼，即寡罗勒是班达人吼，就是印尼班达群岛遐的一寡人吼，即寡罗勒逃走嘛吼，啊，走去李逵基迄边的吼，可能李逵基遐，所以李逵基伊讲拜托李逵基甲即寡人行因来吼，甲罗勒行互因吼，班达人吼，我伫一开始有讲起啦吼，恁无听着我简单讲。荷兰人因伫咧一个太平洋一个班达群岛遐，应该嘛是印尼附近吼，有一个市民即个岛，即个岛屿是即嘛人，你若讲香料群岛，你就知吼，就是香料吼，所以荷兰人伫遐种香料，香料利润足悬的吼。迄当阵你若对即个太平洋即只吼，再转去澳洲去，拢毋知几十倍的即个计数卖吼，所以利润足好诶。啊，班达人迄当阵就是荷兰人市民叫荷兰算苦毒甲伤超过吼，班达人反抗吼，班达人反抗含荷兰人，就起冲突，到尾荷兰人甲因灭族吼，班达人死了吼，杀甲差不多去啊，无死诶嘛，掠来做奴隶吼，所以即嘛这是就是班达人，就是讲一寡人。荷兰人的奴隶，好，咱阁继续讲，继续看这日子吼。
并且请李开基互所有的生理人会当自由来甲阮做通商交易吼，因为因到即嘛生理阁无法度做吼。最后请伊营运阮会船去即个距离即个所在差不多1/4海里的贝塔岛来装载一寡石头。贝塔岛内底有注脚讲是原文叫做 Island Beta， 可能就是金门岛东南的北顶岛、北顶岛啦吼，贝塔啦吼，可能啦，有啦，这足侪咱袂记吼，互咱即咱遮写日字是原文是荷兰文吼，所以足侪地名、人名啥吼，有时啊摇的吼，并且希望伊李开基会当允准阮一只快艇去瓦郡迄个所在来停泊。对即寡要求呢，因的回答是讲，奇怪，这是20号写的日志吼，讲今仔日即寡代志啊，要求即寡做即寡要求，结果就随写讲伊安怎回答啊吼。好，莫伤计较吼，反正就是对即寡要求，因的回答是讲，明仔载会派一个人去看好，这第一条。第二条，伊要请伊的队长，甲迄寡班达人吼、班达人来归还互阮。因送来以后，其实即条要求伫个进前诶前几工就有讲起啊，吼，讲要求因行即寡路例吼。啊，李开基有答应讲，我手头有4个人会当随行你，另外6个人我送互我诶啥物队长啥有诶无诶吼，无法度随行，但是我会甲因叫我来，搁来行你吼。OK， 第二条。李开基讲要请伊的队长归还迄寡班达人吼，因送来了后会当甲伊遐的4个人做一个来送还互阮。第三条，关系到营运的即个用客船，阮停泊伫遮的期间之内无法度送来，因为安尼会引起社会上真侪的指责甲猜疑吼，意思是袂当含即个。红门啊，伤过迄个啦，交往伤过密切啦吼。伊将会尽量较紧来派用客船载货去台湾。迄当台湾啊，哦，台湾是指台南吼。迄当阵，阮会当对即寡算伊会派船啊载货去台湾嘛吼，就会当对即寡船啊，就算会当几只船啊，要互你拣吼。第四，要互迄寡生理人自由来航运做生理即项代志，袂当安尼做，除非伊也会当有利润通好趁吼。就亲像伊伫个以前甲其他人所做安尼，因为伊着爱派真重的负担，吼，意思伊有风险啦，你袂当无法趁着吼。啊，若是讲着迄个。3年即嘛才看到你吼，歹势，欢迎吼。要安怎甲恁邀请？好，若有兴趣则斗阵看吼。台湾即嘛已经是诚晚吼，11点40分12点吼。啊，若迄寡小商人，讲起迄寡小生理人吼，因会当自由来向阮做生理，吼，就是讲，伊无法度互伊无法度去鼓励一寡大生理人来向阮做生理。但是若是讲，迄寡小生理人吼，袂要紧吼，因要自由向你做生理的，无问题。对安尼，自安尼当看出讲，一切拢是以道理为目的吼。都啊，趁着钱就对啦。好，这是12月20号。好，继续看12月22号。12月22号，快艇斯鲁顿和剑龙贝塔要去遐载石头吼，而且快艇东伯号去停泊伫个
上述迄只快艇甲快艇特色号中间，以便迄寡袂当互人信任的希腊人对上述快艇斯鲁顿号有任何不利的举动，会当去甲拯救吼。所以，因虽然派快艇去载石头吼，但是原来就惊迄寡希腊人去攻击啦吼。所以吼，形容词是不可信任的希腊人吼。你看，讲起这希腊人，头前是即个，我名声讲好歹吼。啊，当然，荷兰人其实是足残暴的吼。你若看伊对班达人的即个做法就知吼。迄当阵这是对因来讲吼，出来走藏吼，拢是咧卖命吼。讲实在，伫迄个时代吼，迄个大航海的时代吼，足侪故事拢通好讲的吼。人性迄种各种的反应吼，拢足精彩。好，所以你看，我派船去要载石头，我无信任，我着爱去另外几只船去小顾的就对啦，吼。12月23，是毋是23？对，22号，这昨昏讲22号去载石头嘛，吼。12月23，1629年12月23，吼。圣诞节要到吼，英岸包瓦斯是讲是伊的商务员吼，荷兰人商务员，含一关的经纪人吼，经纪人 Ben Duke 对泉州来即位吼。OK， 包瓦斯是商务员吼，一关。我毋知影我拄则读的时阵，你可能无听着吼，就是拄则讲李逵基伫咧即个荷兰人，荷兰长官普特曼斯对船驶来到漳州希腊即个位的时阵，李逵基就随派人写一张批来，含伊要邀请伊来要甲请就对了哈，要请食饭吼。啊，一关呢嘛是暗对泉州迄边派人送一张批来，互即个荷兰的普特曼斯吼，讲要含伊做生意。啊，即个李逵基含一关文员吼，我一开始嘛有讲起，就是李逵基本来是田志良一关啦吼，田志良下骹手人吼，算含伊共一阵的，但是李逵基叛变，去互大明招降去吼，变成大明的官员吼。啊，颠倒含一关去冲突，甲一关对下门关去泉州吼。啊，所以即嘛，李逵基要来求即个荷兰人，一关嘛要来求即个荷兰人吼，伊嘛是偷送批来讲啊，你，我要含你做生意啊，所以荷兰人嘛是两手迄个手法啦吼，我含你也交陪，含你也交陪吼，然后另外一边嘛交陪吼，伊阁派另外一个商务员叫做包瓦斯含一关的经纪人叫做 Ben Duke 来对泉州来即个位啊来向阮报告讲，一关也是真强吼，虽然伊互迄个李逵基拍败走去泉州，但是一关也是真强盛吼。如果阮若派一只快艇载荷伊去伊遐吼，伊将会准备真够遐的商品来含阮做生意吼，含阮交易。因此呢，阮的决议吼，即你若看伊决议，就是荷兰人决议吼。决议讲要派上述包瓦斯，就是顶头讲即个包瓦斯商务员，要即刻要搁去遐去一关遐啦吼，照长官阁下互伊的备忘录。先去照长官阁下所写互伊的条啊啦，顶头写讲，算授权互伊去讲生理啦吼，看先去遐商议一寡好物啦吼，可能顶头有交代讲要买啥啦，即类吼。好 ，Ben Duke 注脚有写 Ben Duke， 也写做 Ben Duke 是。田志良的商务代表，这是希腊人还是外国人啊？毋知吼。Ben Duke 12月26，
12、24、25、26这3天，对李开基或者是对其他人拢无人来交易。阮互李开基用真水的话术搁戏人咯，李开基人来装笑的就对啦，讲啊我们好，所以即个荷兰人即抓来吼，看起来根要空手转去哦，真可怜哦，这大了啊吼，因为这一抓来遮侪人，一只搁几啊只船来吼，结果生意拢无法度做。今仔日决议要派人送批转去台湾，命令快艇阿内美顿号和希腊生意人保伊库会用客船装备上需要的物件，航来取地，就是厦门遮吼。如果李开基也搁毋来交易吼，要继续甲生意人留伫内底，阮着要伊开战哦。即马2个外要来验的吼，讲你若搁毋来做生意吼，甲生意人阻挡伫恁遐吼，安尼呢，准备要开战就对啦吼，并且要甲即个一关吼，要甲抱起来啦吼，要甲一关抱起来，互伊恢复以早伫咧厦门的地位啦吼，算恁免想要踮遮吼，徛起就对啦吼，遮无你的所在吼。希望公司会当惬意得到一个搁较上可靠、上固定的人来为公司效劳吼。算你无可靠，你讲话无算话吼，李开基吼，袂要紧，我搁别人吼，搁一个一关，一个讲话放刁吼。26号，圣诞节过啊吼，圣诞节已经过啊。27号10:56，搁4分钟啦吼。我想讲要读到11点。12月27号，对苏林遐得到一寡微量的商品，一寡红砖吼，并且对北塔岛，拄则讲可能是金门的北定岛吼，北塔岛得到真侪即个水泥红门土啦吼。27号日子敢若一抓安尼写尔吼。29号咱继续看。这可怜的荷兰人，嘛无搁可怜啦，就是荷兰人衰啦吼，即马咧行衰运吼，来了遮生意做袂起来，佫可能爱建一场才有法度。29号决议，咱佫来看伊安怎决议。长官普特曼斯阁下要坐快艇斯鲁顿号转去台湾吼，长官要先走啊吼。伫遐要准备好快艇阿内美顿号以及保伊库的用客船，连拄则有讲伊即2只船甲即个保伊库嘛吼，讲是华商的用客船吼，算搁伫即2只船是伫咧台湾啦吼，所以因要长官要转去准备啦吼，甲即2只船说领即2只船吼，然后说领迄2只快艇以及保伊库的用客船，在所有的装备航往维头湾，维头湾就是厦门的迄个外口迄个海湾吼，要去甲一关商讨讲，阮要和李开基敌对的即个计划吼，就是要和一关联合起来要拍即李开基吼，也就是讲，如果一关有即个意愿吼，阮着要甲伊做阵去甲李开基拍出厦门，互一关恢复伊的地位。条件就是讲，一关爱为阮关照阮的贸易吼，爱关照阮的生意啦吼，爱互阮有钱通趁啦，以及对阮所有的合理的要求拢爱答应，拢爱同意吼。好，这是12月29号。看即个日咱遮写日子吼，就是会当感受迄当大航海时代迄种尔虞我诈吼，迄种合纵连横。我相信以后佫会接看着。你看伊含即个一关啦、李开基吼，含即大名吼，来去来往的即种。12月30号，即工就写了较长一撮啦吼，较长一撮啦尔啦吼，剩1分钟，所以我今仔日应该是读到遮啊。我到31号会甲做
31号一逝尔吼，所以咱今仔日就甲1629年头个煞啦吼，今仔日来甲做一个结束。1629年12月30号，晏教的朋友吼，欢迎你啊！我有迄个，我顶头评定可是 YouTube 的直播的画面吼。12月30号，长官阁下坐快艇斯鲁顿号出发要前往台湾，天气晴朗，吹北风。阴暗得到消息讲，有一个李科基的部长叫做江彬，岁领30只大用客船，停泊伫个犹他之岛，即个叫做又搁称作完善的岛下方啦吼，下方啦吼，下方啦，我下方毋是讲下午，或是下方吼。即个岛有注脚吼，等下咱先看江彬吼。江彬的注脚是安尼写，讲是田志良的部长吼，若袂记田志良即人就是海贼吼，毋是官员吼。田志良的部长江彬，伊是1630年海战李逵基的时阵立功享誉吼。所以咱还袂读到1630年嘛，因即嘛1629年的即个最后这2天已经开始吼，战云密布吼，战云密布，准备要开始要战啦吼。封做厦门海防司令官，但是伊却选择海盗生涯。1631年3月17号被田志良彻底打败吼，江彬。看开始讲1630年，伊即个注脚安尼写无解对啦吼，应该是讲OK， 安尼可能是，应该是讲伊本来是田志良的部长，啊，然后伫个刷落来，咱差不多已经要发生吼，过来刷来要发生的即个1630年的海战，伊拍败李逵基嘛，有建功。啊，所以呢，可能是因为安尼，对，即个建功呢，即场战争其实大明吼，算田志良是含大明原来是联合的吼，啊，所以大明就是封伊做官啦，封即个江彬做厦门的海防司令官，但是呢，伊无爱做官，伊继续做海贼啦吼，啊，所以我咧摇是毋是田志良？就去互大明收去嘛，招降去啊！1631年，伊就含即个海贼江彬，就搁战一遍吼。啊，但是江彬战输，这是江彬的即个注脚吼。过来是关系迄个犹他之岛的注脚是讲 Alan van der Toren， 就是五书啦吼。啊，就是拄则咱读的迄五书就伫个迄个。五书，我即个地图遮吼，五书就伫厦门的正南边啦，金门的西南边迄个五书吼，犹他叫做即嘛叫做犹他之岛吼。完善毋是岛的名，是黄明祖即个生理人的名吼。1623年，即个生理人。奉命前往巴达伊亚，1624年1月1号，甲总督科恩见面吼。即个总督是迄个巴达伊亚印尼总督，迄搭应该是巴达伊亚总督啦吼，都是荷兰人派伫巴达伊亚总督，叫做科恩吼。好。即个完成就是安尼写尔，就是意思伊含印尼巴达伊亚总督捌见过面吼。啊，所以即粒岛佫称作是讲是完善的岛啦吼，即个生理人的岛吼。好，咱转来到日志遮，讲江彬岁领30只大用客船吼，停泊伫个五苏吼，啊，要来对抗李逵基。等下吼，手机也小开一下。
要来对抗李逵旗，中国人之间传说讲，伊即几工就会来厦门讨战，因此呢，李逵旗甲伊的用客船留落来，准备好要对抗蒋斌，但是一切拢进行了真秘密。阮对伊的内批充分来看出讲，长官阁下会离开，互伊真猜疑吼。伊侵犯长官阁下，又搁来此地来帮伊来对抗蒋斌吼，李逵旗啦吼。希望讲，因为毋知影到底即嘛是真是假吼，互人长官离开吼。约落伫半暝3点钟吼，伫已经是透早3点钟啊吼。商务员巴瓦斯队围头员一赶遐吼，转来到此地，伊的报告包括讲，伫福州有50只大用客船，紧准备好，已经要准备好吼，要来泉州遮帮站一赶对付海贼李逵旗，要甲伊赶出厦门。其实即人毋是海贼吼，李逵旗即嘛是官员的身份吼，要甲伊赶出厦门。一赶已经受命为福州甲泉州之间的中国海的大水师统帅哟，所以即当阵陈志荣嘛是有官方身份啊。上述包括包括是照长官阁下的命令，甲阮的计划拢甲一官讲，一官对即张批回答是讲，如果长官阁下要找对中国无益的特别机会，即嘛。拄啊时阵啦，吼，即个时阵到啦，吼，意思就是我陈志良要含你做啦，你要行好运啦，吼。伊愿意甲伊全部的军力甲阮的拢甲做伙，吼，要联合起来就对啦，吼。帮助阮去赶逐李逵旗，胜利以后，阮伫全西南会获得极大的声誉。吼，极大声誉，使阮伫咧中国会当像当地居民安尼来自由来往，也使得伊会当军门遐提出已经应允真久的自由贸易等等。算迄个啦吼，画大饼啊，为一个大饼互伊吼，讲咱若联合起来，甲即个李逵旗拍败了后吼。恁名声好，而且吼会当自由来往吼，会当自由贸易吼。这是12月30号，迄个建魂密布的情形吼。蒋斌、李逵旗一干吼，甲荷兰人吼，大家已经开始准备啊吼。含即嘛，即个2023年的。即嘛，即当阵吼，各位想看觅吼，即嘛即种情形吼，和400年前的即种情形吼，其实拢是相款。瞧无好势就开始拍啦吼。1629年12月31日，咱1629年最后一天的日子吼，敢若一撮较加一撮啦，咱来读个煞。李逵旗送来大约15袋的青丝吼，丝啦吼，送即个丝来啊吼，要用来支付昨所讲的即个300袋的护照吼，算荷兰人卖300袋的护照，伊送15袋的丝来吼。但是因为迄寡丝吼，大部分拢足粗足歹吼。并且呢，对内部拢已经腐烂去吼，所以呢，甲退行。哦，这做生意真干啦吼，来下底是烂的吼，好，看起来是无拍袂用的吼，这生意做袂起来啊。无拍一场啊，无生意，无利润啊。好，感谢鱼甲即个珊妮吼，因互我斗阵看到遮。
就是语文咯吼，感谢感谢，因为恁头上换掉，我无注意着。好，咱读到遮啦吼，1629年的最后一工读到遮，喙焦好，安尼咱后回再搁煞一来读吼。这故事足精彩，我看即个日兰遮一看够精彩。好，安尼我来关房，感谢，再会。